今日係2025年3月12號，第一次樂高旅行，帶大家嚟到雪國日本北海道，陣間去埋知床國家公園，去到先講少少 LEGO 啦。呢度呢就係知床嘅自然中心啊！咁頭先呢揸過嚟呢，都揸咗個幾鐘頭啊，由網走揸過嚟。咁知床自然中心呢度呢，會介紹下呢，有啲知床國家公園嘅自然生態啦，可能周圍有啲乜嘢動物啊，咁樣都可以嚟呢度了解下嘅。咁呢度呢就有間 cafe。隔離咧就有間 The North Face， 咁聽講咧會有知床咧定係北海道嘅獨家嘅產品啦，一陣睇下係咪啦。好，咁呢度咧就係知床沿岸嘅溜冰嘅一啲概況咧，每一日都有影相嘅。25年，咁呢張就琴日嘅3月11，係啦，呢幾日。咁自然中心呢度呢，其中一個重點呢，就係可以呢行出去大雪地啊，去到懸崖邊度睇一個叫做少女的眼淚嘅瀑布。咁陣間我哋都會睇嘅。咁因為大雪地嘅關係啦，佢呢度呢都有得俾你租借一啲水靴啦、boots 啦，或者一啲雪屐咁樣俾你去出去行得好啲嘅。咁同時咧亦都有啲可以玩雪嘅公仔，即係呢啲夾雪人啊，咩形狀嘅公仔俾你租借嚟玩。咁呢個夾雪咧就免費嘅，租雪屐同租 boost 咧就需要550 yen 一個人。好，咁着好 boot 啦，咁就喺呢個門口度出發。沿住步道咧行10分鐘就會出到嚟呢個大雪地啊！咁繼續跟住啲箭仔行就得噶啦。咁距離懸崖都仲有少少距離。行到嚟呢個小懸崖邊，咁就見到咧一啲知床沿岸嘅溜冰啊，喺俄羅斯嗰邊飄過嚟嘅。咁每年呢個時間啦，1、2、3月度啦，咁啲人都會嚟呢度睇嘅，好夢幻呢個情景。哦，終於行到出懸崖邊啦！睇下嗰個瀑布先，哇！觀景台都好多人。瀑布咧就好似喺呢度，好係結咗冰嘅個瀑布，好似係大約呢個位嘅，但係結咗冰咧就冇得睇啦。好，而家就上咗個觀景台啦。咁呢度睇得清楚啲個瀑布咧，嗱呢啲一劈劈嗰啲咧就係下邊啦，同埋完全係結晒冰嘅瀑布，完全係冇得睇嘅。咦唔係喎，聽到啲水聲喎，好似仲有少少喎。係啦，睇唔睇到？呢個懸崖咧都係睇到好多浮冰咧，都好靚嘅。樂高旅行咧就梗係要講 LEGO 啦，一場嚟到雪國啊，我諗住介紹下我嘅童年回憶啊。哎呀跌咗，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嘅2000年代出品啊 Adventure 系列嘅 Johnny Thunder 雪地小隊。咁啊收藏咗佢哋咧都超過20年噶啦，咁終於有機會帶佢哋嚟真正嘅雪地呢度擺下 pose 啊，咁就啱翻佢哋個主題。如果有翻咁上下年資嘅 LEGO fans 咧，應該對 Johnny Thunder 咧就唔會陌生噶啦。90年代後期 ，LEGO 咧當時就未同呢個奪寶奇兵聯乘，但係咧就參照咗佢哋出咗一個 Adventure 系列。後期 LEGO 出嘅奪寶奇兵系列啊，比較翻就知道 Adventure 系列啊係參照佢哋而成噶啦，似到咁冇得唔認啦。LEGO Adventure 系列啊前後有4個章節，有初期嘅埃及篇、
然後叢林篇，之後恐龍島篇，最後係東方歷險。系列嘅主角 Johnny Thunder 亦都成為 LEGO 界嘅明星，係探險家嘅代名詞，喺其他嘅系列都試過出現，連 LEGO The Movie 都有份客串。系列嘅3位主角喺近年嘅 City 系列仲以新版本回歸，雖然 LEGO 官方喺新版本只係叫佢做 Explorer 同埋 Adventurer， 疑似 Dr. Kilroy 嘅新角色就叫做 Curator， 同疑似 Pippin Reed 嘅新角色只係叫 Writer。唔使咁隱晦噶啦 ，LEGO fans 已經全部對號入座晒，心照噶啦。相信呢個亦都係 LEGO 對幾廿年 fans 嘅小彩蛋。咁呢個雪地小隊啊，當年呢就係出現喺佢哋呢一個東方歷險系列入邊呢，佢哋呢經過喜馬拉雅山呢，就進入呢個中國入邊尋寶嘅呢一段呢，佢哋就係呢一個小隊呢個裝束噶啦。咁呢，當年喺 LEGO.com 呢係有成個漫畫風格嘅故事俾大家睇嘅。咁而家就好似揾唔翻嚟睇啦。咁就所以相對嚟講呢，當年都係好有誠意嘅作品，我自己就好中意嘅。